早空上，大家好。今天要介绍传承祖师系列的宗喀巴大师，这尊洛桑查巴。那宗大师呢，在藏传佛教当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改革家。他对于佛法的深入研究、修行，在宗教线下是非常的大的，从过去影响至现在乃至未来际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。那简单的介绍，所以我们就大致把他的生平分为这几个部分。从一开始幼年时期的0岁到16岁的期间，在藏历今年10月，安多的东宗喀这个地区，大师的父母呢，都是对于佛法非常具有信心的修持者。那当时父亲在梦中梦到了一位来自中国五台山的出家人，当时他拿着经函对于他的父亲说：“我要来向你借宿。”便进入房子的佛堂当中。那由于大师父亲平常是念诵文殊真实明经作为课诵的，那在做了这个梦之后呢，大师父亲心里就想着这是文殊菩萨的化现。那大师的母亲也在梦中看到了在充满鲜花的平原上有1000位女子排成队伍，那她自己也在其中。东方来了一位白色童子，西方来了一位红色童女，那他们就一直在挑着说是要选择哪一位女子。后来呢，指着大师的母亲就说这位可以，就为她做了凤浴。凤浴他醒来之后呢，他出现了身体非常轻盈、心情非常愉悦的妙善的一些现象。在今年的正月初10的时候呢，他母亲梦到了非常多的僧众跟尼众，迎请着观世音菩萨。那在非常多的光辉当中呢，发现说，全部这些景象都融入到他的自身当中。那他醒来的时候也觉得说，他不能轻毁他自己的身体。那他父亲呢，就梦到一个从柳叶宫，也就是金刚手菩萨所在的净土，那抛来了一只赤然金刚色的金刚杵，进入了大师母亲的身体当中。父亲那时候就想着说，应该会生下具有大力的一个孩子。那在即将出世的时候，母亲又梦到了在僧众等的集会场所，大家都手持5种供具要来朝拜佛殿。那在询问佛殿在何处时，先前那位之前梦到的白色童子就拿着一个水晶的钥匙说在这里，就打开了母亲胸中的一扇金色小门，从里面取出了过去融入的那位金像。另外一个先前红色童女也出现，对她进行奉浴，大家也供养了那位本尊。那在梦中醒来之后呢，大师的母亲便顺利的生下了大师。大师是拥有了圆满的血统。他在幼年的时候就不会做一些放逸的游戏，对谁讲话都充满着乐意，然后断除很多嗔恚啊，然后待人也非常的平易近人。他对于乞丐等等弱势者都会自然的露出援手。那在3岁的时候，他的师长为他受了居士戒，然后赐法名为庆喜藏。那在持戒之后也非常认真的持戒，也常梦到阿底峡尊者和金刚手菩萨。在7岁之后也正式出家，名为善慧名称，也就是洛桑查巴，就开始学习般若、阿定量论等等的大经论。那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，一直都是非常的精勤和努力。到了青少年的时期，16岁到25岁期间的时候，当时呢，他的师长和他都希望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教法，所以16岁时，大师的师长就请问他需要什么。当时大师就跟他说，请求他能赐予饶益内心的教戒。他的师长便跟他说了许多的教戒，他便开始了求法之旅。为了要学习更多的教法，他就便前往了卫藏地区求法。到了17岁时，就在18天就可以熟悉了现观庄严论的字句。现观庄严论在平常我们是要学习6年的。那19岁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到各个寺院去巡回的地宗。21岁在觉摩龙寺这个地方学习时，他每天都能背诵17页长函的律经，然后也是那一年开始为大家传授教法。
23岁时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他的母亲当时非常思念他，希望他可以回家。他因为觉得说为了学法不能耽误，但也非常感恩母亲，所以他当时就画了自己的肖像画送给母亲。那送到他母亲那边之后，他母亲打开肖像画时，那个肖像画就便发出了阿妈的声音。在后来到了壮年时期，25岁之后，他就便受了圆满戒，也不断的到各地的立宗说法。在32岁时呢，他就便用了3个月的时间说了17部论。38岁时，他就去到了金奇寺修建弥勒像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次他在非常精勤修学时，可以见到文殊菩萨。那他那时候询问文殊菩萨自己的中观见解是否正确。那当时文殊菩萨就跟他说，是不正确的。他对他说，他还需要做书3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对于师长本尊殷重的祈愿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极具资粮净除罪障；那第3个呢，就是要研阅无垢的经论。文殊3要是文殊菩萨给宗大师的一个教诫，宗大师也用后面的生命非常精勤的在做这样子的修行。到了40岁之后呢，文殊菩萨跟他说要振兴佛陀的教律。他那时候到处巡回传法，也开始撰写著作，然后也听了文殊菩萨的谏言，开始舍事专修，就是到山洞啊去进行闭关。到了弘法时期的40岁到50岁之间，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是在42岁时，他当时为了要抉择应成派和自续派2派的见解，当时非常猛烈的祈求后，就梦到了龙树父子5尊正讨论着自信有无的那些要点。在其中有一位是佛护阿舍里的班智达，便将中观的范本交到了大师前面而做加持。那隔天大师便阅读了中论的佛护史，就对于应成见的要点以及所破的界限产生了不同于先前的定解，并真实的升起对于空性不退的信心，进而著作了缘起赞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就一连串的闭关修行，一起传法。他也著作了非常多的著作。到了晚年时，用剩余的生命来振兴佛法，便创立了甘丹寺，也旗建了祈愿法会。那这些也表示了格鲁派正式的形成。最后，宗大师在完成许多的佛法供养之后，在甘丹寺的寝室内示现圆寂。他在中阴身中证得了幻身，然后结束了49天的法身等持，后来色身完整的保留在甘丹寺。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讲述宗大师的一生，因为宗大师的功德是说不完的，然后只挑了一些比较好解释的跟大家分享。那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秘的功德，在许多的书籍中都有详细的解释，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翻阅。作为学法者，了解自己的师长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功德升起信心。再来说到大师对藏传佛教非常大的贡献，也就是宗教改分的这个部分，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面。3戒的传承，也就是别解脱戒、菩萨戒以及密乘戒这3戒的部分。宗大师听了文殊菩萨的教导之后，非常严谨的重整了戒律，才可以让格鲁派整个发展非常的广大而且持久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显密的结合，对于五部大论的这个学制来讲，是整体的显宗的学习。那在五部大论结束之后，进入密乘的学习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学制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是因为他在各处各派都拜见了非常多的师长，在各宗各派里面呢，也将精华的部分提取出来，发展了由显到密的整个完整学法的学制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教义的系统化，我们可以从宗大师的著作说起。他从19岁便开始著作，常见的如经曼论、菩提道次第广论、密宗道次第广论、辩然不了义、善说藏论等等。宗大师的著作在各地都广为人知，也是我们必学的教典。这些著作除了为大众阐述了三主要道系统性的实修的方法，也奠定跟巩固了中观应成派的理论。
对我来讲，很努力的希望可以将宗大师视为自己的师长，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宗大师的故事。那希望大家在追求灌顶跟传法之前，对于来源的传承祖师可以更加了解，所以开始了这个传承祖师的系列。那有更多详细的部分呢，连结都会在底下，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研究的话呢，也可以去深入的了解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